欢迎收看《后上台上攻》，有法太假讲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土社中啊，中國強校嘅老後生人打在鼓了，呢下人吼，生活嘅普條後嘅，尤其做事做到當多嘅時節，會持到幾年吼，呢舌頭嚴重嘅唔會實，就算做翻工當有尖超感，唔過轉到屋卡，病到面瘡是會衰得去，甚至兩日計下，馬上幾日會得旁電燈。今日要了解後生嘅為老太太強下來分享，到底咧？越難韓國做事當超強呢？到底呢兩者之間有法度持得平衡麼？掌聲歡迎！首先，老師介紹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做事動有效率、每到每規劃時間嘅阿子怡。時間管理大師啦，哈。係啊。聽意思啊，可能係個《聊齋志異》出來嘅謝麗英子。大家好，我係面對人生當認真，唔過面對條路嚟就當阿彌陀佛嘅認真。咩係啦？另外一本嘅輔助來數轉題。我唔係我要係最時行嘅奧運，有冇？5環、1、2、3，還在收集另外。還有2環在哪裡？還有2環在這兒。我知道佢可能係為到配合佢嘅主題，古種吼出門家下沃卡度吼嘅三處精彩，所以我嘅三處做出來。我就想到按時上。好，謝謝。第一站啦，這個就阿Louis。大家好，我係對做事帶回來嘅挑戰同壓力都懂分析面對嘅阿Louis。哎呦，我知道他是有受虐性人格。不要怎麼社畜，都發現啦。佢可能係社畜呢，你知道？你看這種人哦，工作當中嘅按多嘅挑戰，然後壓力，好享受，拜託給我多一點，快滅我，快滅我。正能量。哦，沒關係。什麼意思？大概意思太假。係冇事嘅吼。第一集老師叫做阿卷勇。大家好，我係貴上嘅睇成發韓國條路之間前度平衡嘅卷勇阿卷妹。哇，沒關係啊，你阿片覺得只有工作啊，這是只有條路啊，那這個只有生活啊，可能都冇法度。基本來考慮下，都等用埋一起的平衡。第二集老師叫做阿比倫。大家好，我就係要討條路，然後生活當中前度平衡嘅比論。你完全不肯定。你完全冇呢個做聲。如果前平衡，按樣前平衡，做來冇捱。薪水小偷。對。我係要懂認真做事好嘛，冇辦法調價糖度。拜託，佢唔係薪水小偷，佢係薪水強盜，正大光明來去搶。冇聽講咧。啊，最尾然後來說嘅阿比。大家好，我係本這個天台壓力嘅比。本這個天台壓力。係。有啊，不過看起來可能冇，其實內心冇。你知道係日本太假動態壓力。不過真嘅人日本人太假吼，可能係個取暖大會。取暖。你說代吼，人生就因為在現代，所以Z世代來說吼，就講人生吼有時是唔好按散忙啦，哦，慢積極啦。按散忙做嘛該呢？而家大家做行起來好做咧，好對。古時候你唔好以下太假，做事嘅哈，懂出錢嘅哈，就是講懂散忙意思啊，懂出錢就去做事啊，講啊，反正有做就好啦。你係兩種人嘛，係阿子。係，我係懂出錢嘅人。因為你其實講實在話，我唔係嗰種當會規範人生嘅。唔過我係讀到有乜嘅條路啊，還是有乜嘅機會法，我就會較散忙落去做落去完成。我印象當中，佢係嗰種是我張畢業，係學張畢業，咩去年嘅事情聽啦哈。最好。今年嚟吧。好啦，將出社會嘅時節啊，嗰種是我係做天台嘅企劃，嗰種是我接到一隻任務，就係我去採訪嗰種是嘅助理，就係鍾永峰助理。係特別是哈皮皮嘅助理，伊其實呢，都好經驗，因為已經安排好嘅，佢台做嘅呢個條架就講啊，太太，我有事情，我冇辦法平均，你敢做得？佢硬講，我做你講，我做唔得嘛，係喎。嗰時我就講，當然冇問題。嗰陣時呢，順豐嘅同事啊就講，哇，我真係起碼個長命牛啊，唔驚人講啊，就唔驚死啊。因為我嘅想法很有問題，我唔係嗰種
冇大冇細嘅人。我想其實就算一下我接到一隻業務，可能一開始我冇按專業，我冇按擅長。不過你接到業務過後，做啲咩嘛？技術係透過練習吧，還有當到經驗嘛，去累積嘛，做好嘛。不是唔將助理動作嘅練習題。冇，我有先做功課，跟住個動作嘛，跟哦，小考試，跟住助理我弄啊，我先做功課，係後來去到現場咪都順利啦。其實我嘅想法就是講，有段時可能一開始，你接到也在業務，吃到冇按熟練，唔過呢可能你做的跳過，我們先把功課先做好來，研究好來，再過來就會同事講，唔是驚，我做的。因為他每天都在催眠自己啊，那種都按他在挑戰在世界，尤其係從來唔是，哎呀，一下踢一擺就放滿按開條誒，真嘅啊，踢一擺就按開條，後個再做俾你懂好啦。佢可能就唔好意思講，排泄講，即係講英文機。你阿英陣啊，你點樣做到按所以冇嘅動作出來，你媽爸講。按時尚，跟人嘅身體係當儲錢嘅經驗嘛。其實我知道啊，我頭前就有講到咧，我係面對人生當儲錢呐，唔過面對頭路就有做就好。唔係啦，係較阿彌陀佛，就較隨緣嘅話，我唔會當落去前講，哦，我要走馬嘅頭路啊，哦，按你存到幾多錢啊，我較唔係隨。意思就是佢唔是錢啦，就很幾周唔是錢。唔講好嘅吼，我較少讀到像阿姊按歐巴嘅人，台灣大家就對我當上下當照顧什麼大家，我真唔會也好。都不缺失啦，我還知道係因為啊，我同學嗰種有挑戰啦，還說做起來當神奇哦，假使我唔會做咧，其實對我嘅人生咩有加分咯。佢按你一路加起來，就越做越多，越做越多。面對人生嘅挑戰，我係當願意來去吃困那嘅。加起來就變理解啦。他佢仍然佢都理解，理解咩做得啦？理解真。理解表示，當然嘛嘅事情，因為好點樣 Q 到，係都幾安呢。不過家下一開始係真好奇嘅，就係藝學種，廿三年嗬，聽講去年出國嘅13日10幾假幣15倍哦，15倍，藝就問一年張12張嘢。佢平均一張嘢出櫃1.1倍，1.1倍。其實唔是做事啊，如果係有做事，其實對我來講，我唔係講係不用了嘛個事情做唔習慣。其實我係一隻用白講做事嘅控制狂。我做嘛做得按你種風險嘅出去了嘛，因為我所有嘅行程啊，就比如講操作條路啊，全部都要擺好來，全部列好來，用板來做 SOP 全部寫出來。故所呢，我因為唔看我出去了啊休息啊，對話吼，假設我做些嘅條路啊，喺無礙嘅法，我講規則嘅辦公室免踢。沒有，我講所有嘅事情，然後比如講人事啊，好嘛，交涉費題啦，全部做起來。當奇怪，我前面就有人機接電話，怎麼講？來，請問做接本來接唔掂嘛？唔讓人做唔得回答係，全部做起來。那做當區我又唔係做理總係，其實乜事情做我來做，好唔怕。嗰陣看我見比我出來6樣咩？好，我就不用了，我做下 SOP 本記哦。見比我打電話本罵啥？好，用辦我籌備最有下，我做落去講好，我打電話本沒有欣賞，好，我用辦講太搞好，我係咪太搞好？欣賞好，係嘛啥？好，有面試係嘛？我做乜嘅事情，我全部搞太好勢來，我將做得放心出來不用了。都會控制人啦。控制人，故說發工作人，我做乜做得按樣，而明年我全部都控制個當好。哦，其實係嗰種直線嘅人，佢下輩就會加人工。人工嘅樣。唔錯，我做定係個醫師來做。佢係炒鮮食，炒藕絲。佢喺辦公室底部就會最態啦。他是市長，冇講，他是市長，知道嗎？辦公室的市長。比如說莫記咗唔係，而家唐嘅是假意思嘛？佢喺佢嘅辦公室輕鬆邀人，現場都莫記按中央，因為現場還冇記。唐記講啊，唔講咩有道理，乜嘅事情做冇硬，做喺理總吧。現場嘅搶架咪同過，係冇？其實愛呢，其實咩講真，其實叫老大嗰啲不用挨一片，因為叫神槍東西。跟住你講冇過。哦，一樣做唔得。莫按太甜，他真的會變成超偶式，這樣不行哈。跟阿娟用這種你可以懂什麼？人家講啊，水菜啦，人生有過一代就好誒。
我係知道我面對條路嘅時間，咪係過10萬幾年，因為我以前嘅條路係客家電視台嘅記者，也工作生活壓力真勁貴太，因為當年都會請新聞啊，韓國軍新聞、東珠新聞，還有安亞新聞，係嗰個嘅時間，還有可能體統嘅時間，還係風采天，吼，總唔得了人聽錯愛去做新聞就錯咧，嗰個嗰樣是壓力貴太，唔過呢，我就想過我喺自家先嘅條路，聽錯愛同伊做好來，冇本人高追啊，係啊，就誒冇加強啦，聽錯愛做好來就。而且一下離開係因為。壓力狀態，客家電視台新聞壓力狀態。冇家人嘅。唔是你講小阿妹，你看，你做記者嘅時間，你去風采天，有去嗰邊講，哎呀，記者嘅目前嘅位置，後佢頭入面風光飛真見我呀，不過沒有演的，真見咧係喺演嘅。佢家又講，佢家講冇演到按用。嗰個解呢個有條人係做來，就不好意思。對啊，結果佢當識猜啦，唔敢講啦。不過真嘅啦，大家都提吼，你下睇題就會，大家就會夾細條來做嘅人較多嘛。像喺2020年到2022年間下，咪全台灣陷入咧一隻當定嘅全世界啦，即係講COVID-19嘛，尤其影響到台灣嘅呢種嘅像安尼呢種接案嚟來做嘅，嗰樣事唔係動心走嘛，心走，也係講動知道嚇。跟俺下一傳遞那片嘛，阿路你會知道安樣嗎？我真見過呢，因為我嘅條路算係有事情做，真有錢嘅人。嗰時候嘅兩時嘅，因為嘅疫情，至少動到條路，嘅真嘅會動驚。嘅兩時好得有朋友燒嘅我嘅一隻條路，直播放鬆嘅，數據放鬆嘅直播主，唔係嘅新聞哦，佢嗰度，大家好，假使你介意嗌咗佢本嚟細細嘅電路哦，或者嘅，你本嚟嘅貨車啊，就會衝過本嘢，有樹葉啊，就用嗌嘅財錢來換掉嘅樹葉，跳舞啊嘛，有跳舞卡多錢，啲卡多啲，我嗌做跳舞。佢買衣冇買神啊，買衣兼買裳，係買衣買裳。冇買神，嘅好穿冇？嗰種是當好穿的，有底薪。嗰種，有大 K 有嘅真有底薪。係。嗰時其實咩算係係因為咧疫情本身嘅新嘅挑戰。疫情這樣興起的，就是越來越多人。咩拄好你有兩隻機會，真嘅。做嚟係試看啊，佢阿偉。係做歌手、做創作嘅人，要接按到嘅案，嗰樣時要突然間知道講，哇！我四條全部冇咧，本人刺手睇。還有特別嘅就係嗰樣時真係係當緊張，因為尤其嘅三級兼計價下，係計下我嘅屋就是剛買，剛買屋誒，係剛買屋，好繳錢，當日就會付貸款，就會想用唔出來。用緊啥？用緊啊！嚇？用緊買車。以前買你要買哪個？還有奢侈稅呢啲。那這要團結地啦，第幾次用買屋嘅，從來你就冇按那個按鈕咧。按鈕嘅按鈕好，你想要按鈕按鈕就冇按鈕。那當初有按那個按鈕呢？唔過，我知道就係講第一步卡，就做嚟去想一下，這個愛做乜嘅事情。我學乜嘅事情，嗰時候嗰樣時就看到樹啊，還有天樣啊。跟你學嘅乜嘅？我知道有畫圖啊，還有當然音樂也有，我買動到其他嘅軟體啊，做音樂嘅東西。真有時間去困本自己面對未來嘅改變。其實我係知道大家做咩都在想下，拄好拄到呢個情況下嚇，你再想下，人嘅人生都係人嘅需求，都係追求呢種黑色盲。第一個，你知道，都係閒聊一下。唔過呢種無香港嘅生活，都係用把人氣得平凡嘅先進團後生第一下發，你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聽下大嘴鼓了。歡迎來到後生第一下發，當然無限其實轉到屋卡上嘅曲動難係無啊。基本有留大家聽下來分享3則留人生態度有關嘅下發了。第一則，盡快的，實的。一項細條應該實的去做，唔好迷迷。第二則，規劃
规划，规划，佢让人生规划到当好。第三章，价值观，价值观，价值观。搭上嘅價值觀、價感都有一絲嘅無窮樣。唔知大家好唔好忙，喊排讀到就用得到了。後上底下發，你張來了。歡迎大家到嚟後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因為上一台問過大家講，自家知道自家身體係嗰種較粗淺嘅，做事就當粗淺來去做，當散忙嘅種人，也係講凊彩啦，要做就好，嚇嗰種。叫難難。嚇冷線嚇那個落線嘅種人係冇。韓國加尾又問過大家，嘅疫情期間，尤其係2020到2022年嘅嚇，好點點嘅，一太大一太簡單嘅線條，一下就冇睇，嘅阿娟用。唔計樣是已經開始接冇呢係冇？冇，計樣是我係企業嘅媒體公關，佢說我計樣是真正規模限，因為新聞有寫做很好呢。冇規模限，因為新聞都會講有哪條患者去到哪隻味嘛，啊，係講有來到我哋嘅百貨公司，也係有落嘢，記者就會招來問我嘅，啊，我覺得同行嘅時節。同意啊，有嘛個新嘅防疫措施啊，然後妹妹就來問我，按5年嘅做法係嘛嘅，啊冇就會寫新聞稿，啊冇就記者來就會來接受伊哋嘅採訪。佢說疫情嘅時間，我係真係規模限。電腦老太監冇強用，冇強用。大家上愛接案嘅節目，而係上愛模式嚟做，比如講很難有事情，無限切差，無限切差。唔過老你相反嘅欺騙吼，唐講永遠就變成哦。料理達人有嗎？有冇？唔錯，因為大家用心。你先講下，是黑暗料理界嗎？冇，我同你開呢，因為嗰兩成啊行地府卡冇事做啊，我就想講，我嗰個檔。個卡有幫睇冇？冇幫睇，我係很將來自家煮菜嘅樣片啊，變到個明路當紅。做乜要開片嘢？做乜要開片嘢？當然看到。你係做咩煮泡麵？冇，因為我個卡就天福嘅。因為太監咩懂好看的軍事影片、爆炸影片。邊講冇啦？前面嗰啲速結㗎。拜託一下，我喺家戲裏邊理解，我煮菜無像理解。冇啦，我真是懂會煮，因為我個卡就係天福嘅啦，還有個烤箱啊。大部分主婦嘅經驗就同我共用，我就會教大家講，啊，既然家是係用咗兩方嘅法，按樣板煮。樣板煮飯。冇錯，樣板煮菜，我還會做乜嘅蝦仁煲啦、玉米濃湯啦、涼麵啦。啊，因為天福嘅煮飯懂呢片，懂到媽媽吼，地府卡懂無限，我照顧生人嘅，又要做自家嘅細條嘛。佢照得我按呢個天福嘅料理，佢就上懂多嘅時間啦，冇生意就瘋咧，還同講，有時做菜嘅樣片懂到很困難。我係唔信啦，真係唔做得來去前困難。大概嚇。啊，除此以外哦，我嗰兩時行學習，咪我做人生我卡上網的。因為你下冇細條好做，冇細條好做，去學到嘅東西。係，我就看股票。唔過我冇做快菜哦。唔過佢冇本人賺。冇，因為我根本就冇錢來搞，就等他但槍看天天，因為一當夜差唔多9點就會開始咧，8點就會放起來整理，鬧到7家有啲嚟做勢，開始盯盤哦，盯到下晝頭就哦，係啊，唔過完全冇賺錢，咁你冇料。都帶有 connection 嗎？瘋嘅啦，強嘅啦。跟你嘛，跟人都 K 線嘛，跟人都月季線嘛。看得出來啦，個大大咧。係啊，就從心跳共用啦，係啊，跳來跳去嘛。大下你差唔多心跳咩老幾共用。就冇咧。係勞動啊，自家動有事情做，啊唔過根本就啲咧，唔啲啲咧無限物嘅。還有我當上網來學習新嘅事情，還想講因為看股票差唔多下晝就冇咧咩，跟另外咩會請到嘅事情做，我學習音樂。我去買了一台烏克麗麗，差唔多5000人到8000元，我已經唔記得幾多錢咧。睇下冇想過烏克麗麗5到8000元嗬，來，你買一台差唔多幾多錢？大概差唔多500元，天天。台幣500元。唔記烏克麗麗幾多錢？我買8000元嘅。你買8000？因為我有真嘅有啲咧彈，有啲表演啊。究竟係真嘅嘅彈，唔知係有料嘅啦。
硬又好，硬又好，夹个面嘴，然后冇中央。硬又好，大家欣赏头都给比。你可以加糖壳，幾多糖？差唔多有2桶哦。因为佢嘅乌克丽丽同特別咯，佢有6條線，哦，一般係6條，一般係4條。那你是小吉他吧？不是我眼就想講，我應該唔係老幾講，因為佢前有本影咧，佢錢要發下，偏本影片，我又唔好意思攞嚟講，誒排死買唔出我。買啲咩烏克麗麗，嘿吉他。硬咩唔掂，硬買嚟買嘅，啊唔過以前介紹過，一台一下已經送完咧。哦，鼓手啲硬不卡就有灰塵了。唔啲嘅以前當中哈，你就係近8000啦，近4000不就我跳振興音樂界，好，你振興經濟哈。唔錯，政府愛什麼啊？感強。經濟部應該頒一個獎狀給你。花錢大，就只花了8000塊的烏力克麗麗。無理嘅。點阿志賢來講，疫情期間有知道當心走走嘛？我剛剛在演奏我就知道講我真係算過來熬蠻好，我算有規劃嘅人啦。因為其實什麼？誒，你阿意思講規模吧？佢做嘅事情煮飯都要有幾少煮冇？股票冇賺錢，烏克麗麗4000，咩一下還唔會彈，係冇？完全都冇好。不過其實我完全做啲去了解到，你做自由工作者啊、接案嘅啊，一定會心焦嘛。因為像嗰時疫情嘅時節，你就會驚，因為嗰時這樣拆開來，韓國大家都還蠻自殺，就有一種看唔到未來的那一片嘅感覺，就知道亞在疫情會繼續持續下去，唔知道那樣子將會結束，總係個愛笑難做。咩？黃繼續講。就冇落錯嘅感覺啦。係啊。不過咧，其實咧後來我就去發現到有乜嘢，雖然講大家有咩疫情啊，人生可能有啲會受到打擊啦。我係發現到係咩係本人有進步，還有科技嘅進步。充電係唔做你媽嘅事情，講到他們變相網朋友認說你做嚟嘛？你喺規劃說你頭奶啊？你要唔到。我講哦，李振堂，就後來呢，因為以前我都係啲天台錄影，後來就開始嗰種時就 work from home，故所以我就開始學識自家啲屋企愛錄影、愛做節目，韓國呢愛剪東西。後來我都一下，因為我就學到一隻新嘅技能，就繼續都一下，因為今年我就同我啲屋企做一堆事情嘛，就開新嘅節目，係做啲規劃新嘅製作嘅。嗰個機動感誒，你以前本意學新嘅技巧。人哋有好多，你就冇下出來聽聽，按無聊嘅東西，咪拿來節目講。唔講人嘅烏克麗麗較好笑啦。係啦，而家好成而做節目嘅效果啊。養人成後就會帶來煩惱本太大。因為你係寫信嘛，跟人唔係啊。而就係煩惱施工是韓爆嘅呢。那跟有時買嘅時間係因為嘅。好了，冇關係，我們不需要知道。我感覺佢係會同我同陳明儀視訊，估到你剛剛這樣跳埋烏克麗。嗰陣時佢係有老外學視訊嘅錄節目。古所佢也有學嘅，有嘅麥鼓啊、藍牙用板什麼陳先生，我本人講到啊，因為你有本地學費，好啦，講正經，唔過因為疫情嘅關係吼，正經後來佢變咗兩種嘅人，特別動用版人。第一種就係講，跟藝要做勢就好，有管人變到行路線嘅，細條來做就好。我有一種人，佢變到其他行走用版嘢，因為佢會驚唔啲。因為變到老頭白，嗰種疫情期間窮樣嘛，故所佢當壓造，就嘛個很積極營營啊，就做些跟捱埋捱埋做，跟埋捱埋做，有東西來捱就夾夾落去做，因為佢當講兩下賺唔到錢，就變成馬街都做嘅啦，馬街就會做，唔過兩下啲安尼做過後，可能就會做些啊，就動到嘅壓力，唔啲大家都要細條檔行也成不檔行，按到壓力用辦法來處理咧，壓力。我之前當歡喜，我當後面對我做些帶來嘅挑戰，係因為我現在嘅條路係我親好嘅舞台劇嘅演員。難怪你按會做戲。有冇？你當然就做戲不太敢看啊。按是誰？我意思就講你上你懂假。我哋演得懂好吧？我有看過佢演蘇寶寶啊，我哋係蘇寶寶。哦，我演叫來看我嘅。好嚟充電係咪嘅？充電。呢個條路要動到無強嘅劇本啊、角色啦，大概都會面對動到嘅無強嘅管控而去做咩。不過有上次咩會有嘅
忝嘅时间，开嘅时间，其实俺要是要歇困啦，歇困过后，俺就要重新再过来面对那个条路。人生需要一系列歇困，最近老嘅股票中央，行那演，高高呆呆。阿伟，你知道人生当中要歇困当中的行那演吗？嘿，其实我这个最近有尝试投入压力会动态，因为我天师啊、天台啊，还有舞台表演。不过幕後也會做音樂，故說有嘗試真經動忝，因為天堂迄個西天導樣嘅，係有穿錢，不過有嘗試真經會開入入。嘿，故說我會抽本來有一些的時間不用輕鬆，當到時間係比朋友較開啦。真經會哦，咩冇啦，會睡12點鐘。睡這麼久？係，所以以後咧，行開入入嘅話，我就會繼續磨隻客戶嘅天花。哦，那樣都唔好。唔過客家天師台嘅製作單位天花，我係聽錯唔知。佢係人多啲片，怎會講啲種話？佢見人講人話，見鬼就講鬼話。故說我係強樣按價嘅人，我會做戲啦。戲劇係真實嘅。真嘅，唔過講真嘅，有人會講吼，要賺錢啊，做些當散忙啊，因為講當廠人家做些當亞洲啊，嘛，佢細頭就做呢種嘢，真按到有成就。觀眾朋友有心到冇？因為講呢種嘢咁真嘅係有成就嘅人哦，韓國呢種嘢真係人嘅生活方式，取得嘅方法咧，等下再嚟繼續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我有本錢以外，每時我哋會自備落去規劃，落去同佢調整。冇錯，其實如果你愛自備係老豆講嘅6條線係烏克麗麗。哎呦，好到贏咯！咩？嗱，我講啊，所以係乜嘅？嗱，佢買幾條價真係當冇良心，真冇老唔真係當惡呢。歡迎大家到嚟香港台上港節目現場。上一台是問過大家講，比如講像喺疫情期間啊，應用辦法去調整自己嘅生活方式，韓國駕駛人嘅生活勞碌，係按到壓力用辦法去調整嘛。唔過稍後嘅時候問過大家講吼，有人可以按人認為講人嘅生活吼越無限越好，因為你就無限去上街頭有上理想嘅，有為無嘅，睇下雙語片人會講街頭係有為無嘅啦，即係講你想唔去做街頭幹嘛？你要做啦，你要做直播主，仲要去靠工資，係靠工資較好啦。做線上、做醫生，那要按後做。你講，因為講有啲人啊，佢一講咁做，人生一定要賺大錢，人家嘅嘢咧一定要本錢較無限大嘅，當然就要按亞洲，兩個做，一定要做兩做嘅嗬，較亞認真。因為講亞種嘅概念對你來講係一種係有成就嘅概念喎。其實我知道對每一生人啦，韓國每一生人無共用嘅人生階段，人嘅想法會無共用啦。將我調整下後生嘅時節啦，調整去調整，係幾多愛調整家下？係啊，幾多人嘅調整就較後生，幾多太子家嘅調整就較後生，幾多艷峰調整就冇一拼咧。好啦，唔講我知道講啊，嗬，頭擺啦，較後生嘅時節確實會因為講人生啦，較豐富啦，較澎湃啦，一種就較會有成就感。唔過慢慢的啊，嗬，就發現自己老了哦，嗬，有時是無限到冇辦法調戲。甚至係無限到無感無啥，我就會停下來就想講，雖然係啲咧做慢哦，按無限，我味道慢人哦，喺味道慢嘅哦，咁真是有人生有較好咧，係其實當平時嗰種當日出軌嘅人啊，當日就跳我把大張嘢出軌，係，今日就想講，今日本次家較輕鬆啲會好冇？好啊，想一下誒，算盤掂一下就發現到啊。咩冇本錢強勢？畢竟對面嘅商人，可是
一张月出轨1.2次到1.3次的人。cái基本情係冇啊，像係呢啲台北主婦嘅要按規啊，什麼嘅東西其實嘅審法收費就較高啲嘅啦。不過到下下慢慢地就發現到啊，一個確實你需要啲你嘅工作、你嘅審法，還有你嘅興趣程度誒，前到一個平衡點嘛吼。因為來去想看下講，樣板做較好啲嘅，故說人生收費嘅成就感嘛，我知道啊，應該係講不用強鬆。我有本錢以外，咩時候就會自備來去規劃，來去同佢調整。冇錯，其實不過你愛自備係繞到講嘅6條線係烏克麗麗。哎呦，好到贏咯！咩？嗱，我講啊，所以係咪講嗱，佢買幾條價真係當冇良心，天真冇老唔真係當惡呢，因為我係嘅成就感叫第本太自家快樂啊！本年生啦，本年生。係，佢咩動搖成就啦，因為對於嚟講，可能帶本太嘅快樂、歡樂、歡喜，呢種嘅佢咩動什麼印證？真嘅，香港太常講，記得加錢啊，不然6000塊我算唔過。不過真係像阿娟用嘅，後來疫情過後變做係像係大家叫我就接案嚟啊，接4條嚟做嘅。你知道？啲人一開始接4條嚟做家下，會唔會知道講？應該係接下多條，希望你下一傳冇，跟下一傳可能咩唔見聽嘅，會安尼冇？袂一開始我咩想講，就我哋食越多，就做得賺越多錢嘛。好，故所呢我就拜1到拜5，睇好教下法。拜6禮拜，我要食法通嘅主持，韓國還有其他嘅條路哦，有嘅時間做嘢講下天台嘅主持，有嘅時間還有韓語配音，還有嘅時間有韓語嘅翻譯，就幾多嘅條路我都想。請問一下，你英語係有48點鐘嘅？我就想過食越多就做得穿越多。跟住都係衰結叫啊我就想過8分鐘英語。最後面就想講，自家真嘅完全就冇休息嘅時間，對。你你身體會咩壞嘅？冇唔錯就免費嘅，故所以我就想講，行喺我本自家就不用強鬆，我休息啦，係啊，賺錢唔係體力。賺錢唔係體力，等你到嘅身體冇空間解下就知道。賺多嘅錢全部拿去本身上看。係啊，看醫不過生。其實我咪老軍用差窮用就知道嗬，其實你假面撈錢呐，本航空公司。出軌嗰啲我喺度講，賺錢係當重要，唔過嘅賺錢撈你生活嘅平衡按樣而去做。比如講，你賺錢一天唔係人目的，不是因為說我們為了賺錢，而是說喺家應該講，我到到買個家車，也係那張目的，賺錢只係一隻樹團停停。就大家講想唔該有講，出國去了，你是想看嘅哦，一成年假設1年啊，將出國100天天，跟你要記到，按你幾成年可能只有30擺，就冇嘅。可能其實1年100，係啊，1年意思講係只有30年嘅話，你就只有30擺啊，健健康康講冇白拼嘅，按你出去搞了嘅話，故所我知道行喺我尋到賺錢撈生活嘅平衡而樣辦來。故說賺錢唔係唯一嘅事。可以按你存款的平衡怎麼？你真的有多錢？存款的平衡就是那個動態平衡之後。嘛該動態。所以變講講，你存按樣誒，佢冇按你壓下去之後咧，看到佢永遠同一片哦拉嚟，按你之後。拉白用就好。拉白用之後。你冇見牙多啦？我知道嗰阿美倫啊，講現實吼，你話錢財吼。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咩？真嘅，要帶唔到嘅風水度。係啊，你思想可能存你按到錢，平生是冇用，唔可能清後面用啊，不平嘅時候爭用，冇做唔死體，帶你棺材去清風水，係冇做按用。咩帶唔去棺材？係咪帶唔去製作咧買風水？冇錯，都係留本來啦，嗬。唔講話下遺囑留本來，其實咩冇幾多，全部出去白槍槍嘅。唔過講真嘅，有啲時間，不用講像係疫情期間嗬，有啲人想嚟講，講呢個時間。拄好做得聊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去想下人生下一步要用辦法。唔過這樣時候都呢個時間，點到身邊個親朋好友，講可能係3年唔見面嘅種啦。不突然嘅問一下，阿娟用啊，你阿婆冇喊乜雞啊？嚇冇做事，跟你廿個身份用嘅事，阿子怡啊。你下做乜嘅4條啊？冇去考公職，養。哎呦，你下冇做事，真係中咗多錢係冇？中唔多。係啊，佢假使人家屋卡人啊，甚至係屋卡人，按用滿人家下，跟都係用嘅實來回應。其實我係知道講，那係真嘅啊，冇本屋卡人啊，要帶來乜嘅負擔，自家做嘅對自家負責。其實你要休息是做得嘅，不過我係知道，唔係本自家哦，我係休息就永遠休息，你要想清楚。唔係嘅永遠休息就。
很多一堆会跳去肉。嘿，就低鸡片，嘿，就低鸡片听听。哎，我给按抽纯骨头听听哦，我跳去个骨头。有骨头。我都有讲像阿中古有讲，话同台不看运动关系嘛，还嘛个。其實可能係出於嗰種受力啦，會強啦。因為我這個還有愛用嘅經驗嘛，我之前就磁鐵路以前啊，就先同不看人來討論，我係下心，不跟阿公。係就我全部會講清楚，就同佢哋講，哦，其實我一下啲鐵路當可以用讀到乜嘅問題，我有那隻素菜，我吃到動艱苦嘅，故所我想去本次加休息一下嘅，結果呢冇卡到了解到，你非常嘅辛苦嘅素菜，佢就做得去體諒，我係減數嘅，咁然後呢就做得磁鐵路佢哋就接數嘅嘛，不過呢，我係真係有乜嘢，像我嗰種事，我知道一隻做法係當好，我嗰種事就想，跟我一下愛休息，跟我本次加休息結構，我有3天一紮，對，有一個期限，折損點嘛。對，然後呢，如果說，其實你有按用嘅期限的話，基不卡你就提到講，哦，有規劃嘅，有規劃嘅，基不卡你就咩唔會少誒，你切下咩唔會。期限係乜嘅？2人3人。仲叫誒？冇啦，因為從來切下今天係。看公司的上班族，迄個我咪變成自由工作者嘅時間，沒有一餐咪係看冇安呢，我就本去加1年嘅時間，我就想，那係1年嘅時間，我冇辦法接到安呢，冇辦法到一隻正軌當行嘅話，我就多咗去尋條路。哦，其實我有人會按你現在啦，嘅阿偉嘅不卡人家是懂關心，你下做一些無落無錯，而家有冇？點樣嘅使來回應嘅？其實不看人正經會要求可能我自家會預設，就講不看人可能愛我存較多，愛有較好嘅存錢嘅方法。不過後來我就冇按care 記到咧，一開始會懂 care，冇按要記，會比較 care。好，不過後來我看一本書，很多本人腦嘅勇氣，係被討厭。難怪你按本人腦。故事後來當然有勇氣同學習到專業之家嘅方式，係咁唔過專業之家就係講做啲潛之家會快樂嘅事情來做，唔過也唔會影響到其他人。係，故所看一本書對我來講就我會學到很較有較多嘅變輕鬆嘅感覺。故所不看人，每個講做馬無條路嘅時候，做本人看一本書，本人腦嘅勇氣。香港嚟做最重要應該就係健康嘅身體。疫情以後，我調整我自己身體以後，我發現到好嘅身體真係最重要嘅，係因為像我哋愛第舞台上表演、唱歌、主持啊，乜嘅，還愛出國聊啊，冇空間去出國，真係重要，就係真嘅啦。空間體驗，空間體驗。唔過家聊下大家講啊，到底樣板戲腳到難，樣板戲真有鋪出來腳到難，韓國落，然後嘅聊一下，到底樣板戲似得平凡呢？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傾下嚟打嘴鼓了。我早上空從我會食酒啊，食咖啡啊，就開始做睇過去，我就按部條自家煮飯食呀食酒啊，看劇啊，對我來講就非常的輕鬆。好了，就是感謝我們小資女孩的一個自己的自言自語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講嘅節目現場吼，咁樣其實吼大家都有分享到自己嘅身體嘛。唔過愛留大家講下嚟分享吼，到2023年嘅下吼，到社群媒體等吼，社群平台等吼，要出現一啲新嘅風潮嘅樣片，就很多bad routine，就是講就面都面上吼，乜嘅事情都唔做，而家還撲自家幾日，活到嘅面上吼，乜嘅事情都唔做，結果還要假10萬人去看。哇！韓國變成一個風潮哦，因為大家都翕呢種樣片，我的一天從早到晚，全係水都面從風。就叫腦筋急轉彎2，當當然最後嘅角色咧，唔係個主角啊，是那個阿飛。對，就係阿飛。都你冇記咗台詞啊，大家最後記，都想去做記啊。係啊。嗰時就係呢種嘅，就到2023年下半年間開始出現呢種嘅呢種。
大家就停風來去做，結果就本人去想看，到底按你嘅想法，而去腳到難，其實咩冇按改嘅，睇個題目。像喺腳難，其實係有一條嘅勇氣啦，有一條樸素。所以古人咩動聽嘅。其實經濟嘅精神科醫師有講哦，假設一日吼，除了睡眠嘅時間8點鐘以外，假設一日超過6點鐘，係活到碰電燈啊、電內燈啊，也係嘅眠床燈，也嘅。不管係促癌症嘅幾率，還有促嘅物質症嘅幾率，都會幫高動到。鼓手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。還是要做些。不過就聽你講，嘛個人都腳難嘛，到底活到眠床後，這算是耍廢嗎？還是有其他方法咧？如因知道腳難，有哪條樸素？我知咯。像我歇困嘅時間，最近就。你知道幾多有勇氣嗎？腳難是要勇氣嗎？一定是有勇氣。梁靜茹借給你的。一定要老梁靜茹借勇氣，韓國我看起來。老梁靜茹借勇氣。你笑得慢半拍哎。我沒有突然 get 到了。是不是？因為韓國看嘅都見菩提都有錢，可以有勇氣做得腳難嘛，韓國看有嘅才跳嘛。因為大家想去歇困結局，一定就會歇困結局，想去搞結局，一定就會。到結局啊，冇用嘅話，應該要4點鐘就有3個1個嘅時間，錄到嘅歲末。係啊，當然你是4點鐘就。家年人家老公都健普應該黏黏，所以平時之後。係盲啲，係盲過度嘅偏見。不過你唔係歲末嘅問題啦，就講人生當中，可能就會有一條係聊嘅時間，跟住完全冇想去做條路。就按到腳難嘛，因為乜嘅事情都冇去做。至於腳難是有哪條勇氣？其實腳難啊冇按改呢，家下談睇嘅故事過後，我知我幾年放啲眠床，但係其實身體應該會出問題啊，就剛才講到會偏針嘛。不過從我一下就知道講，可能出來做些幾下年過後，就發現到冇辦法將所有嘅時間送本條路。從隨着嘅年歲越來越大過後，我就會開始規劃，從一下可能我就會規劃。到我嘅節目，比如講廣播節目，我就想我係選嘅投資部署哩嘛，行過咩選時間，可能除咗做天台節目，咩去做其他發堂嘅節目，咩我要設計嘅時間。故所從我一下設計嘅規劃就係講，我喺台沖嘅節目最多嘅就係2集，其他2集咩不少呢？台沖就表示講1禮拜有50，就當日平平嘅。故所係廣播節目嘅投資部署率有高嘛？希望做得越來越高，按住誰？哦，學中一下，大家都希望越來越高。你講下解語啊？哦，我說你希望做。他笑得好假哦。就是苦中作樂啊。有苦難言。我因為我台中嘅節目就係，還有講2集嘛，故所啊1禮拜就8日到8、5都有2集，故所就係10集，一個禮拜一天會有10集，再過來呢就會有啱啱2集節目係開創嘅節目，係。不過我設計規劃，因為家下條前一開始開創嘅時候，就講到自己本身係當會規劃時間嘅人，故所以我就會想講，跟我太創嘅節目呢就會變成我錄音嘅時間係固定嘅。用我存檔就一定會出來，我就唔是講嘅。跟存下來嘅時間，我就會規劃開創嘅節目嘅錄音時間，還有呢其他發通主持嘅時間，還有錄音嘅時間，還有設計嘅時間。故所其實去安排好自己嘅條路，喺當中嘢。冇錯。冇錯，喺講喺意思啊，房子冇傳統會冇，係爭啲錄嘅種嘢嗬。做唔得。做唔得。假設基本嘢發生乜嘅問題，就快睇。要有後路。唔過我設計係喺度考腳難啦，因為又唔見少捱，因為其實從我設計出生成花到無限，條路都難，我喺為本設計同設計講，我1禮拜至少要聊2日，我係對設計規劃啦，對設計規定，對至少要週休2日，也係對心情啊，還有嘅調整係會較好嘅，較唔會有偏執。唔過你對我來講2日係樣白顯呢？有幾種2日係無條路，唔過有行程嘅2日，就唔係2日。真嘅變了係第5卡1-3年嘅時間，就係 me time 嘅時間。係，因為其實講實在話，我係愛人，唔係伊人，唔知冇？
爱同音啲冇？爱啲。可是观众朋友唔知。爱人就喺家庭七家老七家相处当中得得到能量，很多爱人。冇唔錯。唔係代表同內向的人都不一定。嗰時候我係愛人，後來我就發現到，就算今年我同朋友出去，我每次都也有撒搞，我就冇充到天。嗰時候我聽會本七家有啲屋卡充天時間，就係我1-3年時間，跟住埋我會安排個，就算有條路我 work from home， 我早上空從我會識走啊，識咖啡啊，就開始走睇過去，我就安排到七家煮飯啊、食嘢啊、食酒啊、看劇啊，對我來講就非常的輕鬆。好了，就是感謝我們小資女孩的一個自己的自言自語。申論，獨白的部分，獨白的部分。我的論文就在這邊了。我知道真嘅啦，有條件喺家庭兩種兩種嘅時節當中，你本身該有下有能力、有能量。嘅阿偉倫，喺家庭買嘅方式，讓本身該有能量。阿自己窮養做咩有本七家時間，所以我家己我出過動刀擺，本七家動刀嘅時間。你七家出過啦。唔過講實在，我喺假設我喺頭做事嘅時間，梗有講到當事情啊，就全部我做咩？故說其實我做事時我會全力的投入。唔過我喺見面喺呢邊了嘅時間，我老講，我連辦公室嘅天花線我都會綁起。因為做慢點啊，因為我嘅天花假設我同事讓我接嘅，批發有可能唔會去做冇礙啊，跟冇礙佢要用沙權軟體來清啊，跟我冇要去記，也唔免我當麻煩。還有上次上個來嘅訊息後，我喺邊了嘅時間看到佢跳出來，我講看住唔係看個幾條嘅流程。然後講，佢假設呢，我轉去上班嘅時間，佢講，上班有冇人冇聽講我唔啲哦，我唔啲冇買過。所以都很錯怪你冇買嘅名錄啊。哦，係啊，佢說哎呀，咩係想奇怪，我做乜我要罰錢本人被人家苛刻，你知道嗎？你下都會行通翻公司。係捱罰嘅錢，我還罰錢了，本人錢多，我唔係當奇怪。你要跟他意思他的歪理很多，但是我覺得懂事，還要他堅推。我係就講我就係講，唔係你就係不用了嘅時間，主要有7家嘅時間。那是黑以後現實動態怎麼辦？沒關係，他就會封鎖他的同事。條路老不用了，一定會分到清清楚楚。喺講完不用了，很多處理兩個細條。咁就冇法度，跟阿娟用啲他又會靠你廿個細條去調整。有，因為其實我也下睇3間學校教書，又睇幼稚園啊，又有國小，又有高中，我就想講下學期嘅時間，我不用睇一間學校，因為安尼就哪一間？啊，冇，因為費較大咧。冇啦，都強其實你看到佢安尼同上理假，條擺嘅理假，有看到冇？係啊，有唱，就想講不用睇一間學校，安尼就多出來嘅時間就做得休息啦，還係學習，想講一下就有睇學日本法，就想來精進一下自己，來本期個步調過慢一些啦，不用輕鬆安尼。不過阿偉做得本太家嘅經驗，假使你真正想來好好，不用一段長時間，你自己要有那個準備。但是要有時間，也有健康嘅身體，後來要看個手係唔係有3種嘅緊急準備金。我有錢，假使你3種嘢做得，你就做得調整一下自家，不用了啊，還係乜嘢都唔做，去想一下乜嘢係自家當想去做嘅事情。跟未來，假使你尋到自家當有熱情嘅事情啊，你就做得行較長較久。像我自家，我就因為來到呀電視台啊，我就會做我自家，我當有熱情，也係我當好嘅。我知道幾多嘅緊急準備金，嗬，專用辦嘅，老屋嘅買貼，可能3種嘢未有哈，買貼就有，跟30種嘢未有。古說呀，哈，就是有屋嘅，真金還蠻冇緊急準備金。他在地啦，哈，幾多店啊？唔講，最尾哈，本阿認真來講，看知道嘅像喺中南那種耍廢的人生，到那種積極運動、亞造嘅人生，都得用辦去評分，你要用種敢做得向下來去做。做做得，唔過咩迄當時有指揮啦，無按規啦，吼。通太時個按嚟講啊，其實就幫我想到，你講啲舞台檔吼，我看起來幾輕鬆誒，跟因啲咧練習嘅時節就會幾上忙誒，係，你想我幾輕鬆，你就會幾上忙。有一個人嚟佢講嘅，佢動好小動神奇嘅理論，佢就講誒，一兩種哦，叫難難嘅老愛動上忙。全部就是要練習哦，一種人要練習，本自家當上忙去賺錢啊，本個生活品質當好。那我一種咧吼，其實我講較簡單，對佢來講啦，就係我去練習講大人嘅慾望，我本自家想我嘅東西按到，按嚟咧，你就做得極難咧，唔是按上忙啦。
古手要两种全部就需要练习。嘿，乃知道我叫难的，其实较难，因为接书吼，去个无伸手、无切、无米了。我较多不安尼经验啦。不過基本其實大家分享是同多，所以講大家之間用慢性來去聽呢啲嘅，乜家人都極難。可能對有的人來講，這就是日常的生活啊。故所對大家來講，吼，用慢性吃的生活度來極難，韓國去上網出現的做事，用慢性吃的那個平衡實在係當重要。希望大家都有呢種極難嘅勇氣去記得咯。下禮拜同嘅時間，請大家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有法太家宮，上來聊聊，拜拜。現台社會都能。當然啊，是當然就上來傳台前，不過是變到從日立起落個強量，當然是草轉，乜多啊是甜滋滋的。第二個世界，電到為了腳步變好慢的哦，上時就在台南一下，撈自家節奏簽進來，長妹冇緊冇曬咯。